性的上帝，阮足欢喜会通诚做你的囝儿，阮带着敬拜的心来亲近你。愿主你通过每一摆的礼拜，互阮会通领受上帝你对天灵来真善美的生命，互阮的生命大大得到改变。愿一切对你来的好，诚做阮的好。愿一切对你所享受圣神的关联，也对阮的心中发出，就亲像一个记号，会当互人看见上帝你的荣光。愿你伫礼拜中施行祝福，互阮参与耶稣基督所摆设圣餐，互阮领受这个圣餐做阮活命的开力。愿伫你的面前，甲所有侍奉的同工，恭敬向你恳求，恳求你的圣神进入着阮每一个人。无论是圣歌队所唱的每一句的诗歌，无论是诗会所强读上帝你圣经的话，以及长老所捧圣餐的杯，愿主你的圣神，互每一个兄弟姊妹真正甲上帝你亲近，也对你领受属天的祝福。愿将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赏赐基督我的所有圣名。阿门。我要时时学乐耶和华，学乐伊的话常常伫我的喙。我的心神要因为耶和华来夸口，谦卑的人听见也要欢喜。恁甲我着学乐耶和华做大，三甲尊伊的名做悬。我
咱吟圣诗57首，圣诗57首，愿大家学乐上帝，请起立吟全首。咱的愿起来，用使徒圣经做咱的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得罗人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舞，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担坐着全能爸上帝的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信徒的上路，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这是咱三个来启用启文第9篇，诗篇32篇，启文第9篇，诗篇32篇。过失得到赦免，罪过得到遮卡梅。这个人有福气。耶和华无算伊有罪，伊的心无奸诈。这个人有福气。我静静的时，我的骨头孤单。因为我同日大声吼。我对你排列我的罪过。无隐瞒我的罪恶。我讲，我要对耶和华承认我的过失。你就赦免我犯法的罪。因为安尼，既然有虔诚的人，伫你通找着的时，就祈祷你。大水泛滥的时，的确袂到因遐。你是阮闪遐的所在。你要庇佑我脱离艰苦。你要用得救的歌四面为我。我要教你，只是你应该行的路。我要主目看你，来劝讲你。毋通亲像马如因无知识。用马甲叫咱是约束伊。若无因就无伴我你。歹人受侪侪苦难。独独我靠摇坏人，要有慈爱，四面为因。
恁义人就因为耶和华来欢喜快乐。心正直的人啊，恁就出欢喜的声。阿免。阿免。是咱来，搁来吟诗246首。吟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请咱坐咧吟全首。同心来祈祷，听阮的主，阮感谢你，你保守阮一礼拜平安经过。阮的工作中有主你的保守甲看顾，阮得到平安。主，阮感谢你的疼痛，伫每日中，若毋是有主你的话语临到阮，你的话做阮的脚前的灯，路前的光。感谢阮有危险的时，主你拢有保守。也恳求主你，互身体欠安的兄弟，无论因是伫厝，也是伫病院中，主你拢怜悯因，看顾因，互因得到大大的照顾，互你的话语临到因，互因病痛中，搁来仰望主你，互因紧紧的好起来，来到圣殿敬拜。检知有透过医生的医治。因有艰苦，但是主你的保守有较大的影响力，求主你甲因参加伫咧，互因紧紧来
圣殿敬拜主你。但阮安尼恳求，拢一切靠主的名来求，阿免。上帝有道，就是不欺世人的罪，有你的灵魂，上帝有道，就是不欺世人的罪，有你的灵魂，上帝有道，就是不欺世人的罪，主愿平安。自来学乐，请圣歌队。更是圣经，上帝话啊，记在圣经马太福音16章第1节到第
第4节，以及旧约约拿书第1章第1节、第2节，以及3章第4节。咱来看马太福音16章第1节到第4节。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来试耶稣，请伊用对天的神迹互因看。若是伊因为讲下晡时，就讲会好天，因为天色红；也早起时，恁讲今仔日有风雨，因为天色乌。恁会分别天色，独独袂分别这个时的神迹。恶毒奸淫的世代，求神迹，独独用那的神迹以外，无要神迹互伊，就离别因去。来看约拿书第1章第1节到第2节。耶和华会临到亚米太的囝约拿，讲：你起来，去尼尼微迄个大城，出声警戒因，因为因的罪恶踏到我面前。第3章第4节，约拿入城，起身行1日的路，传讲过40日，尼尼微要倒害。这是讲到约拿的神迹。咱请做牧师。亲爱的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要领受上帝的话，咱同心搁一摆来祈祷。至尊至圣的上帝，阮来到你的圣殿，阮要敬拜你。亲爱的主耶稣，阮来到你的面前，阮要领受你所设立的圣餐，来纪念你，也纪念你的话。亲爱的圣神，请你对阮讲明主耶稣基督的心，对阮讲明天父上帝的心意。至圣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阮静静听。愿你将你的心意讲明，互阮听，也将你的权能显明伫阮的目睭前，互阮看会清楚，听会明白。也愿上帝你永远伫阮的生命中间来做主。愿将你的教会以及阮每一个人，拢交伫你的手中。主啊，今仔日你的救恩临到伫阮的中间，愿要看见天为着阮来开。愿恭敬伫你的面前，用较无的心，静静来听候。愿主你伫阮中间来做工。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仔日圣经讲起一个真特别、深有含义的经文。耶稣伫伊的传道过程中，常常甲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甲经学士有发生信仰上的对话。今仔日嘛是安尼。法利赛人以及撒都该人，就是伫犹太人2000年前足要紧的两个宗教领袖。撒都该人就是伫圣殿内底掌权的一群宗教领袖。那法利赛人是伫外围，就是逐乡社遍布伫所有的迦南地的宗教领袖。这两群人照圣经的记载，马太安尼讲，伊讲因来到耶稣的面前，伊甲耶稣讨对天灵来的神迹。圣经安尼讲，你行一个神迹对天灵来，互阮知，这什么意思？耶稣敢无伫闭门的头前，伊伫迄个画像的嘛？耶稣敢无行神迹，互3000人、5000人食饱嘛？怎样讲行一个天灵的神迹来互阮看？就亲像要看今仔日的大魔术师刘谦，耶稣亲像刘谦，你变一个把戏互阮看嘛？其实咱常常互即个中文的翻译神迹即个字白掉咧。但即个我要甲咱来问耶稣讲，主耶稣你讲所讲的即个永纳的神迹到底是什么意思？真侪今仔日的教会拢讲，
上帝真正若今仔日运行伫咱的教会中间，咱的教会就大复兴啊！咱的厝边头尾就逐个人都拢来看，是要看刘谦，还是要看耶稣？今仔圣经耶稣甲伊讲，对今仔日开始除了用那新约以外，无搁再有新约福音，因为这个弯曲背极的世代是看好戏，不是真正的领受从天而降的记号。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耶稣所讲，今仔讲，除了用那新约以外，无搁有其他新约互恁。兄弟姊妹，我要甲恁分享一个真好的 YouTube 顶悬的有关着用那书的介绍。若会通，恁会当伫 YouTube 顶悬来找着大卫包森这个牧师，伊是一个将圣经新约旧约每一卷拢有淡薄佮清楚对每一卷的圣经的解说。真会当帮助咱做基督徒读圣经的时，咱就知影用那书到底咧讲啥。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咱毋是干那听大卫包森牧师的信息，嘛毋是干那听曾牧师的信息。咱用一个祈祷的心，咱来到礼拜堂，当牧师拍开这个圣经，互师会细冲执事读了后，咱大家同齐用祈祷的心问上帝讲，问主耶稣讲，主耶稣今仔日你甲阮讲的这个用那的新约。到底是咧讲什么？求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有适量的智慧。每一摆阮听讲道的时阵，拢听入心，嘛听到上帝你的心、你的意念，伫阮的生命中间，成做阮的思想。所以今仔圣经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因来试，其实这个字已经讲真清楚，这个人不怀好意，因为伊是要来看好戏。所以伊甲耶稣讲，请你用对天来、对天的神迹，伊的意思就是天上来的神迹，互阮看。这个字，等一个牧师会解说。对天的来，其实伊的意思，安尼翻译也无够。伊的意思就是讲，阮若看见下晡时天边要落的太阳是红色的，那安尼阮就知明仔载好天。那透早爬起来。看到天顶出乌云，咱就讲今仔日会落雨。耶稣甲因讲，恁都会晓巧巧人，恁目睭一看，恁都知影会发生什么代志。但是恁敢有能力看到天灵来的神迹？这个意思，原文的意思就是，伫当代的记号。这个语的意思是讲，伫恁的人生中间的掉头。咱的人生中间，常常上帝伫咱的人生的经历中间，有通过某一种的发生的记号来提醒咱。巧巧人若看到，甲上帝有亲密关系的人，上帝安尼启示一点点的记号，咱就明白上帝的心意。所以这段话有真深的含义。耶稣并无去解说讲用那的神迹到底是什么。但是耶稣所讲的话，要带咱对到伫旧约的约拿书的内底。所以你姊妹今仔日礼拜了后，恁会当嘛要请恁，其实约拿书足短，整个才4章，而且每一章拢短短啊尔。兄弟姊妹若会当，恁就去亲像咧读绘本共款，恁甲约拿书对头到尾，一口气甲读好了，安那咱就会当明白今仔日。牧师甲咱分享耶稣基督，伊到底咧讲起用哪个神迹？伊到底要甲咱讲什么？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读有今仔日这段话。耶稣讲，伫这个弯曲背逆、恶毒邪淫的世代，除了用哪个神迹以外，无阁有其他神迹互因。用哪个神迹？是救恩的神迹。这个救恩，一个讲起上帝的怜悯。用哪？先知约拿，伊写了伊约拿书，其实是咧表明伊家己的粗浅、无知。虽然上帝拣选伊做伊重用的器具先知，但是约拿伫这本册内底有讲起伊的内心的表白，伊将伊所有的甲见效、遐毋对的代志拢表明出来，互世世代代后来子孙看着讲这个人太遮尔粗浅。约拿毋惊因笑，
因为约拿书最后一章就是约拿第4章11节，就整个这个故事的结论。上帝讲一句话：“我减无怜悯这的人嘛。”约拿用这个来做结束。伊讲起上帝对我讲：“我减无怜悯这个顽强背义的世代嘛。”所以约拿书是一本足宝贝的册。耶稣通过700年后，因为约拿这个先知大概就是伫耶稣还未出世进前700几年，甲以赛亚的年代差不多。伊是北以色列，就是伫加利利的北边，这个一代的先知，伊甲那洪先知是共拢是北方的先知。因为耶稣的拿撒勒，就是耶稣出世的所在，伫迄个附近的一个真要紧的当时的宗教领导者。所以耶稣咧讲起约拿的新约的事，就是咧回顾当时700年前以色列人怎样沉沦，受到吞达。当时的外邦的国王叫做亚述，因攻击以色列，所以以色列充满惊吓，因为亚述是一个真恶霸、无公理的帝国，就亲像中国。虽然足大，但是恶霸、无公理。但是这个人，伫耶稣基督所讲，伊讲上帝要怜悯伊。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个礼拜，互牧师小我带题，我问兄弟姊妹，你毋免回答，你问你家己讲，我来敬拜这个上帝，我来跟对耶稣，我的动机咧，我的态度，我的理由，我深深知影咱在座兄弟姊妹，咱足单纯。因为恁的目睭有对我讲，我知影，咱今仔来做礼拜，咱的所听兄弟姊妹，咱绝对无亲像以赛亚，毋是以赛亚啊，即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但是兄弟姊妹，约拿嘛是即种的心吗？但是伫约拿书中间，约拿表现几啊摆，真无适当。上帝叫伊去，伊毋去，逃走。后来互鲸鱼吞食。伫海里死，后来伊的尸体去互鲸鱼吞去。伫鲸鱼的腹肚内底3天，圣经的故事讲，伊死伫这个鲸鱼的腹肚内底，伊伫迄个所在祈祷，将鲸鱼的腹肚当作圣殿，就是将苦难当作祈祷的所在。所以这个故事足水，但是当伊后来上帝会讲哇。所以约拿的新约第2个意思就是国活复活的神迹，因为这3天3暝3日就亲像耶稣基督定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所以约拿的新约某一个方面是咧象征救世主耶稣基督弥赛亚将来嘛要安尼。后来最后伊活起来了，去讲道传上帝话伫尼尼微，后来尼尼微城悔改。上帝就饶恕了他们，但是这个约拿不饶恕他们，因为约拿作受气讲，家庭对落的社会，较会使轻易放过他们，所以伊就作受气讲，上帝啊，我死就好啦。伫第4章有2摆，伊埋怨上帝讲啊，我死就好啦。上帝甲伊讲，你安尼受气敢对吗？迄个句话讲。你安尼受气快乐吗？真爽吗？上帝甲约拿讲：你安尼受气，你爽吼？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帮助。约拿并无写足清楚讲，后来伊足见效，甲上帝会失礼。但是伊最后用一个结论，其实就是表明伊的信心的改变。伊讲：上帝对我讲，我减无怜悯这尼尼微城，遐毋捌字。啥物拢毋捌的细囝吗？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今日将伊的话讲互咱听。所以，咱来到耶稣的面前，咱毋是要看耶稣变神迹，咱来到耶稣的面前，咱是要看见上帝的天为咱开，伊的阳光，伊的话，正出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
你甲我，咱读圣经，你甲我，咱做耶稣基督学生，有可能咱对耶稣的期待拢无共款，无共款无代表咱毋对，无共款有可能是因为咱的情境、咱的生活、咱的经验无共，所以咱对耶稣基督的期待嘛会无共款。所以一样米饲百样人，我相信上帝伊所量身定做互咱的祝福，除了圣经的原则以外，上帝嘛照咱每一个人的需要，以成就伊对咱的怜悯甲帮助，超过用哪会通了解。所以听的姊妹们，咱对这个用哪书，咱来回顾耶稣为什么安尼讲。用哪书这个故事非常的水。所以有绘本啊，真正有绘本吼，兄弟，今仔日牧师摕这张相片，就是一个绘本，伊咧讲起约拿的故事。如果你若是主日学的老师，你会安怎讲呢？所以兄弟姊妹，对今仔日开始，我要鼓励咱做老爸、做主日学的老师、做中级的，咱爱认真读上帝的话，而且真清楚知影上帝的话。咱无凊彩，甲主日学的囡仔拢当作咧骗囡仔。主日的故事，我就亲身再讲，啊，若讲了足好听，啊，囡仔袂拄久，啊，囡仔袂吵，安尼我就是一个好的主日的老师嘛。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做父母的、做中级的、做主日的老师，咱会通成做一个信用的老师。当咱咧讲圣经的事，咱无超越上帝伊的本意，求天父上帝帮助。约拿书最重要咧讲起的是咧讲起上帝的怜悯，对头到尾。所以拄则我有甲咱分享讲第4章11节，约拿伫这个故事伊的结论用一句话，伊讲上帝讲我兼无怜悯因，兄弟姊妹，上帝怜悯咱啊！今仔约拿书这个故事，毋是尼尼微城这罪恶灌满的人最重要。其实这个故事是约拿家己的故事，因为上帝找伊去是要互伊嘛参与伫上帝的怜悯甲救恩的内底，互讲的、听的，拢平平得到祝福。所以上帝的怜悯其实约拿并无了解，所以约拿对头到尾拢无了解上帝的心意。所以换一句话，咱做基督徒，咱嘛有可能对头到今仔日。咱并无真完全清楚知影上帝伊的心意，所以莫怪伊到最后会埋怨上帝讲啊，我死就好啦。你讲牧师讲唔安尼写，恁倒去看第4章第3节以及第4章第8节。兄弟姊妹，咱的上帝何等的怜悯，对古早就安尼。上帝无马上单对讲，就甲讲互世这个用哪个讲话，遮尔无礼貌。上帝容忍你啊！上帝容忍你，所以上帝轻轻甲回讲：你认为这样子合理吗？中文的圣经翻译是：你认为安尼合理吗？其实那个字足趣味，伊讲：你快乐吗？你将你的情绪发泄出来，你觉得好吗？他的意思是好吗？幸福吗？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用咱的故事其实就是咱的故事，对吧？在咱的信仰过程中，咱常常有时会甲上帝讨论，这叫做靠属啦。咱甲上帝当作爸爸，所以咱会甲爸爸讲话，有当时嘛会亲像约拿同款。但是今仔圣经甲咱讲，上帝怜悯约拿，上帝都会怜悯尼尼微城的这歹人。上帝敢无怜悯伊的先知吗？当然啦，因为先知大大好过这个社会罪恶灌满的人啊。所以兄弟姊妹，上帝听罪人，上帝听基督徒，上帝嘛听非基督徒，上帝听犹太人，上帝嘛听非犹太人。所以这个上帝的心看长看关深，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在海洋漂流的时，呢，这个约拿逃闪坐船，大风大影，要要死去啊！所以大家圣经足奇怪，伫遐问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咱中间有什么人得罪神，所以互神起大风大影，要灭咱的性命。所以约拿第1章的尾啊，
伫迄个中间咧讲起，伫尊顶奉迎的中间，大家咧讨论，伊就演出来一个信仰的思考。遮个人拢咧找无平安的理由，到底是啥物？自古以来，所有的人常常拢伫无平安的中间咧问为什么？所以才有真侪宗教，才有真侪风俗，所有人会去问算命的。那有的人会去问讲，到底是祖先无平安吗？所以真侪人伫无平安的中间，因就会找迄个原因。后来村长甲这村员发现讲，一个人倒伫遐困甲哪死的，伊讲都要沉落啊，你还搁咧困？爱爬起来，听因咧讲到底为什么？后来该应该讲是我，所以你若甲我等落海里，风影就停。兄弟姊妹，咱的人生的风影，有时咱咧找平安。所以这个故事咧讲起悔改了后所带来的救赎。约拿用伊家己亲像活祭，用伊的死来救一个世间人，求天父上帝帮助咱。后来约拿伫第2章的中间，伊讲起，伊落去饮水的上深的所在，互迄个海草颠半，就亲像伫阴间地拳头。伊咧描写迄个死、埋葬、落阴府即种的情景。后来上帝互即只船。毋是这种，即只鲸鱼的目肚，正做伊祈祷的礼拜堂。所以圣经讲，伊就伫圣殿跪落祈祷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这个故事咧，甲咱讲起伫人生中间困境的祈祷，上帝听。所以弟兄姊妹，无论咱拄着心中的情境，用哪是咧鼓励咱伫困境的中间追求上帝的帮助。所以当伊上帝互伊。照第2节的第3章第1节第4节的中间，伫第2章伊讲起上帝互迄只鱼将伊吐出来，然后经过3暝3日了，伊上帝互伊活起来。所以伊记载第2摆上帝甲伊讲的话，第3章第4节。所以上帝甲伊讲：“你去，约拿就去，进入尼尼微城，伫这个城的中间宣告。”伊讲起。上帝的话，但这句话所讲的，就是伊有所保留，伊并无讲完全。伊敢若讲上帝的受气甲责备，伊并无讲上帝的怜悯。所以到这个时阵，约拿还阁无完全，伊的生命中间还阁有一种的潜意识对上帝的抗拒，伊并无愿意互这歹人得救，所以伊里面的心并无传上帝里面的信息。所以教会。要怎样伫一个时代，真适当来讲起基督教的福音？基督教的福音到底是什么？上面是上帝的听甲怜悯，上面是上帝的公义。所以这两项拢袂当斩掉，只有一项。那咱只有追求公义，这个上帝是真无情的。咱若只有追求上帝的听。无限的包容甲怜悯，咱就会可惜随便，无规矩。所以上帝的话最重要就是要互人活出来，真正上帝的旨意甲伊的计划。所以，今仔日的圣经对咱讲圣经的信息，我要甲咱分享今仔日的圣经的信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倒来到这句话，约拿的信者，到底约拿的信者是咧讲什么？到底耶稣伊讲这个话，伊要甲咱讲什么？所以当耶稣甲咱讲约拿的信者时，咱需要倒来到圣经的内面，咱搁拍开这个约拿书，咱静静求圣神解说互咱听。因为耶稣已经拍开这本的圣经，就亲像2000年以前，耶稣入来到迄个会幕，伫迄个会幕聚会时，耶稣有人摕以赛亚的圣经互因。伊讲上帝的神踮伫我的内面，拥有我，爱我，宣读伊的虚言，怂恿人要福音，受了要得到头棒，等等等等。耶稣今仔日嘛，甲咱拍开约拿书，求圣神帮助咱。咱看到耶稣伊身边这群人，耶稣并无大声斥责，但是耶稣甲因讲：恁若用这种的态度，恁就看袂到上帝的信仰。
耶稣伫迄个所在只有讲一项用那的信者，意思就是讲，法利赛人甲撒都该人拢要亲像用那，因原本读的圣经是一个规矩，但是当因经历了上帝作为了后，因要生活伫一个国外的画面，以及明白上帝的怜悯，求天父上帝帮助。所以第一个，进入耶稣的心，所以圣经讲着用耶稣基督的心最心。就用耶稣基督的心最心，所以愿圣神帮助咱。伫这个所在，耶稣讲：“你会当看天色，你们能够看天象，但是你们能不能啊？伊讲你们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恁无法度辨明这个时阵的神迹。辨明这个字叫做 krino， 这个时叫做 kairos，kairos 这个字足特别。”这个字伫圣经中间常常就是咧讲起上帝的时间，意思讲伫上帝的时间的记号，迄个新约原文叫做 sema。sema 这个字会当翻译做记号、调头、记号、调头甲假时记号。所以上帝伫天里出一个红色的天，你就知影讲好天。你若看到乌云，这就是记号，你就知影歹天气要变歹。所以，这个记号是上帝所想事。所以换一句话，这个时阵的神迹，就是讲当代的兆头，在咱的人生中间、现况中间，上帝伊所启示的，上帝让咱看到奇迹。有的人感觉真讨厌、臭光光，但是上帝让人看到奇迹，有的人心中唔甘，就产生一个听。会分享的行动，所以这调头每一个人会感动启示，若毋是圣神，无容易了解。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咱做基督徒毋是来这个所在抽签八卦，咱毋是这个所在来找一条签书来改头咱的人生。通过祈祷，拍开上帝的话，上帝将这个假释来对咱讲。所以，伫这个所在，伊所讲的神迹，甲这个超自然能力无共款。所以安尼咱就了解讲，用那的神迹最重要，毋是咧讲起迄个超自然的能力尔。那安尼耶稣敢有否定这个超自然的能力？毋免，袂。耶稣伊讲天顶地下所有的权柄拢已经赏赐互我，恁会记无？耶稣讲，我已经赢过死神的权势。所以耶稣本身无否定迄种超自然的神迹，但是今仔日耶稣伊所讲的用那的神迹最重要，就是咧讲起圣神的感动、圣神的启示，上帝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伫咱人生中间，必然常常有异象、异望、有记号。愿天父上帝圣神常常对恁讲话。互恁伫人生的旅程顶悬有方向感，因为圣神的启示甲感动，会指明咱要安怎参与伫上帝伊的计划中间。所以讲，咱伫上帝的面前，咱读有这段话，这个时代的记号，英文的圣经改翻做 The Sign of Times。sign 就是记号 ，times 就是时代，有无？Times 英语有一个杂志叫做 Times， 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有一种属灵的智慧，咱会当伫咱所生活的时代，咱读有上帝的心，因为上帝通过各种的情景咧对咱讲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看明咱生命中间真要紧的这个记号，伊叫做生命的兆头。上帝呼召每一个人用无同款的记号。上帝呼召摩西，互伊看到稻火的气魄。愿天父上帝嘛，互咱有一个生命的兆头，咱会当伫上帝的面前明白。每一摆圣神对咱讲话的时，伊最重要的重点是要将救恩放伫咱的内底。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保罗看到耶稣基督。所以保罗就讲，这个条头就是信望爱。
我相信上帝过去所做一切奇妙的事，伊将来嘛一定会安尼做。我相信上帝听尼尼微城的人，上帝嘛一定听我。我相信主耶稣带来这个拯救的愿望，今仔日嘛伫我的生命中间。所以保罗伫圣神的感动中间，伊就看到这个信望爱这个记号。但是你今嘛咱故事若听到这，就该画下句点，就可惜。咱读这个故事，听约拿的故事，咱听就咱的心的事，咱应该问咱家己讲：我安怎咧信上帝呢？信我的信，跟耶稣基督所给人的信，敢有完全？所以咱应该问讲：我用什么种的态度来跟对耶稣？我用什么种的态度来过我信仰的生活？伫我的心内，伫我的人生中间，敢真正充满愿望吗？我用什么种的疼来疼别人？所以，亲爱的姊妹，用那的故事就是咱的故事。愿天父上帝帮助咱。所以是神也较重要，还是上帝较重要？这我相信恁真紧就会甲牧师讲，当然上帝较重要。然后上帝较惊无神者，但是若有神者一摆，上帝万一若离开咧，所以听的姊妹是用哪较重要，还是上帝较重要？是尼尼微城较重要，是用哪较重要？所有的一切拢是上帝。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独独敬畏耶和华。所以用哪甲上帝的关系，就亲像法利赛人甲耶稣的关系；用哪甲上帝的关系，嘛亲像咱甲上帝的关系。法利赛人甲耶稣的关系，嘛真有可能就亲像咱甲耶稣的关系。有时咱咪甲耶稣讲：“我死就好啦，你讲遐有诶无诶？”愿天父上帝怜悯，因为上帝无禁忌。但兄弟姊妹，神是忌邪的神，恁听有无？咱会当克惜，但是唔通亵渎、忌邪，唔通用唔对的代志来对话上帝。求天父上帝怜悯。所以用哪的信者，拄则我已经有讲一摆，我搁第二摆甲咱解说。用哪的信者，第一咧讲起上帝怜悯，所以伫传统上解说圣经，称伊做救恩的信者。用哪的信者，第二是咧讲起悔改，毋是咧讲起尼尼微城的悔改哪条。第一，首先悔改就是用哪，用哪若无伫鱼的腹内的悔改，就无尼尼微城这个福音。当然，上帝有可能会找另外一个先知去啊。但今仔日用哪咧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上帝将这个救恩先给我，所以我清清知影，我已经死一摆啊！我伫迄个深海的内底，伫大风影的内底，我认罪，主啊，赦免我，无得因为我的罪来互这的所有尊严，因陪我死伫这个大海洋内底。所以承认伊家己所做，所以担当伊家己的毋对。上帝拯救伊了，这个悔改，伊就真侪传悔改信息的先知。愿天父上帝帮助，用哪的告我，毋是干那肉体的告我，用哪的告我是一种意识、心思意念的转化，生命改。人的生命改变，拢是常常对这开始。心若无改变，信仰绝对袂改变。人的思想若无改变，绝对无可能真做一个道成肉身、照信仰的教示来活的基督徒。求天父上帝帮助，互尼尼微城的故事成做台湾的故事，互尼尼微城的故事成做中国的故事，互约拿的故事成做咱的故事。愿咱伫耶稣的面前，咱甲上帝、甲圣神祈祷讲：主啊，求你帮助阮台湾的教会，求你帮助阮的教会。阮知影，阮除了做敬拜以外，阮的教会伫这个时代，阮会当做什么？耶稣讲：恁敢会当看见上帝的掉头时代的记号？伫新人院我有一个课，伊的名叫做当代宣教神学。当代
当代就是这个时代。今仔这个时代，台湾需要什么种教会？今仔这个教会设立在这个时代，到底需要提供这个世代什么种的福音？这叫做当代宣教神学。所以一开始我问我家己讲，我做一个分享的老师、分享的牧师，我要怎样甲这的牧师做伙来思考今仔日台湾这个时代是一个什么种的时代？所听的姊妹，有时唔免读足侪册，若有圣神踮伫咱的内心，咱行上街头，伫菜市仔口，伫咱的田边，咱有可能看到一寡外配、新移民、新住民。咱就产生一个，就是讲，今仔日个台湾人要怎样甲这外籍移工？要怎样甲这新住民的家庭做伙分享台湾这个美丽的都市宝岛？这个时代的调头到底是什么？伊不但不是干那别人的福音，伊首先就是咱的福音。所以这个福音首先是由用那得到，然后就尼尼微城得到。虽然后来尼尼微城这个城虽然有悔改一摆，但是嘛，佫重操旧辙。所以后来尼尼微城上帝造灭，索多玛、俄摩列、尼尼微城，这几个城就是伫迦南地的东边的平原5个古早的都市。尼尼微城古早是一个足大的那像城堡，足大的城，但是后来是毁灭到今仔日，一片荒野，将近要3000年。上帝互迄个罪恶侵入恢复，因为上帝无爱这个罪恶生炭去感染、影响上帝创造的百姓。阮天父上帝帮助，所以第二我要甲兄弟姊妹，咱做伙来问，咱的教会伫今年开始，咱决志10年的计划要迈向100周年。咱的教会伫社区、伫台湾有一个什么种的使命？愿天父上帝帮助，互咱的教会就亲像用那醒起来，会当明白上帝的心意。我无真侪具体的计划时间甲咱报告，但是我要邀请兄弟姊妹，特别是中级同工，咱来问咱的教会，咱要怎样行往新的尼尼微？因为尼尼微城今仔日要伫咧。迄个城虽然无伫咧，但是尼尼微这个世代的尼尼微人，其实全世界满满是啊，及时行乐、享乐主义、世俗化，这种的时代，全世界满满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上帝讲，去提醒因出声警戒。讲悔改的信息，讲真理，讲上帝的怜悯。愿天父上帝帮助咱的教会，咱对内嘛讲悔改的信息，对外讲上帝的怜悯。愿天父上帝甲咱撒甲伫地，用那4个月了后，伊就徛起来，伊行一路进入尼尼微城，伊伫迄个所在宣讲讲。上帝要毁灭亚述的王国尼尼微城，所以照圣经记载，城内的人就悔改，连国王嘛悔改，所以上帝怜悯。约拿的无完全就是咱的无完全，因为约拿虽然有照安尼去传悔改信息，但是无将福音甲怜悯讲清楚。所以咱甲上帝讨讲，主啊，我的无完全，迄个完全的人来，无完全就离开。兄弟姊妹，咱若将故事甲圣经的经文放做伙，其实咱就了解咱家己，其实拢是甲圣经内底这人一模一样。所以保罗讲，我细汉的时阵亲像囡仔，在座兄弟姊妹，我嘛是，你嘛是，咱所在拢无完全。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亲像约拿的无完全，而且约拿
根本无完全了解上帝的本性。求天父上帝怜悯咱，所以伫这个故事的结论常常被忽略，因为咱会记得鲸鱼吞食约拿，咱会记得迄粒船伫大风大影，迄个故事拢较戏剧化，有伊的极强的图像。但是这个故事最后是约拿书的最后一句话，4章11节，伊讲：我兼无怜悯因嘛。兄弟姊妹，咱甲上帝讲：主，我感谢你，因为我知，因为你有怜悯我，所以今仔日你甲容允我，也有个保留做你的囝儿的身份。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互咱成做一个新的约拿。享受咱圣神的帮助，因为保罗讲，若毋是踮伫咱内底的圣神，无人会当明白上帝的计划、上帝的事。天国的奥秘、福音的奥秘，保罗伊足清楚讲，若毋是圣神，就无人会当明白上帝的事甲人的事。这就是这一年来伫查经班中间，我常常伫网络顶悬伫查经的这个网络查经的内底，常常一直分享这圣经的话。若毋是圣神，所以今仔日咱第2个祈祷，咱甲上帝伸出手讲：主啊，求你开我的目睭，互我看清楚；主啊，求你开我的耳孔，互我听清楚；主啊，求你开我的心，互我明白。兄弟姊妹，愿圣神祝福咱在座每一个牧师、长执、兄弟姊妹、囡仔，求天父上帝，互咱有辨明的能力，会当看清楚。巧人目色足巧，一看眉角就知。求天父上帝将这个敬畏耶和华的智慧赏赐予咱，互咱的教会因为明白上帝的心意，咱做正确的代志，做好事，做事好，甲代志做好，做对的代志，嘛甲代志做好对。Do things right, do right thing。求天父上帝帮助咱，成做一个做好事，嘛上帝所教咱的事顶悬，咱拢用适当的方式来完成上帝所教予咱。这就是保罗讲的弯巧背曲的世代，伫弯巧背曲的世代。亲像光，将生命的真道表明出来。兄弟，伫今仔礼拜结束之前，花你的心祈祷讲：主，我愿意，主，我愿意将你的道活伫我的生活内底。但是我的能力无够，主啊，求你帮助我。上帝无单对讲甲用那讲互死，虽然伊讲话足歹听。但是上帝互约拿的故事，成做咱的故事，为着要互咱用欢喜的心来做新的约拿，咱同心来祈祷。至尊至圣的上帝，你伫创造的起头到今仔日，也到代代无尽。所以你伫古早竞选约拿，你伫今仔日嘛要竞选我。你伫古早找见约拿，你嘛要找见得堂教会。所以伫你的面前，当心礼拜时，阮对心内感谢你，因为你是一个掌管历史，你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将得堂教会交伫你的手中。主啊，虽然是平凡的庄脚教会，但是亲像阮伫庄脚就是做事人，一粒麦仔若待伫土里，就要结出果子侪侪。所以求你使用阮，互今仔日的年年米人会通听到上帝的救恩的信息。求天父上帝装备掌管这间教会，也互每一个甲阮做伙伫这个所在成长的囡仔，因拢成做一个新的约拿，毋是迄个旧的搞怪的约拿，是一个认捌上帝怜悯的心的约拿。
所以，阮同齐伫你的面前敬拜，将你的圣血重新交伫你的手中，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咱的今生诗215首，咱同心来领受主耶稣所设立的圣餐。
爱心。请坐。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今仔属伫伊的教会的陪参者，咱三甲来守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注意听耶稣对今仔归伊的人所讲稳定的话。主耶稣讲：今仔劳苦背重担的人，通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今仔咬喙焦、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稳定甲恁三甲伫地。所听的姊妹，请注意来听主耶稣基督设立圣餐所讲的话，也记载伫保罗的批信。保罗安尼讲：因为我逐摆对主领受，也传授互恁，就是主耶稣受卖迄暝，伊有擘饼祝谢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后，又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逐摆恁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主耶稣，阮何等受着你的恩待，阮是甚么人，通领受你的保护，通领受你为阮顶十字架的疼。主耶稣，阮是何等有福气的人，阮伫你是阮造成，感谢恶乐，恳求你用你家己的权柄，设立这个圣餐，互这个饼成做你的活命，互这个保会成做你的救赎的恩。主耶稣，求你圣别这个饼甲葡萄汁，互既那领受的人，生命的活水泉就点伫阮的生命直到永远。阮恭敬伫你的面前祈祷，我靠你的应允，阿门。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来，请手结长老以及英红长老来旁边。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是主耶稣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顶十字架，死来做两阴府，主赢过死神的关系。互罪过得到赦免，互死人得到过活。今仔求主耶稣的性命，互人灵魂得到净应。所听也这，咱用感恩的心，搁一摆来领受主耶稣基督所设立的圣餐。咱虽然未看得，也搁生活伫罪恶中，但主耶稣无放杀咱伫黑暗沉沦，反倒当
用伊长发关心的疼，以及国我的圣神，来运行掌权，互咱的生命有大能力。咱伫主的面前，伸出双手来领受。主，阮未堪得，只有感谢，搁再感谢。主，阮不配，但是你无弃杀阮。主，阮感谢你。主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现在啊，这敢有人无摕着圣餐的饼？咱同齐来领受。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而且手给丢落，给用红丢落来旁杯。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要所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主耶稣，你用你的血设立新约，你用这个杯代表你的救恩。主，阮捧起救恩的杯，来领受主你的恩惠。主，阮献上感谢。逐摆阮啉这个杯的时，就是阮重新来默想。阮甲主你新约的关系，主耶稣，带阮脱离黑暗的关系，带阮进入你光明的国度，透放阮，有搁再用阮罪过、颠簸、吞达、奴隶阮的心智，祝福阮的心得到自由。互阮的灵得到透放，祝福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会通亲像映照天色来陪伴，是新创造的活命。使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透放阮、拯救阮。使阮伫你的面前恳求你怜悯。主，这个杯就是你所设立的新约，是你用宝血所设立的。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新约，是我的血所设立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这个杯就是新约，是主耶稣基督血所设立的。咱要行安尼来纪念伊。这个杯代表新约，是主的血所设立的，咱同心来领受。逐摆咱食这个饼、啉这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咱同心来祈祷。阮专心感谢全能的上帝，
你极大的疼，愿领受你的圣餐，做阮灵魂的食物。愿深深知影，你怜悯疼惜。阮也知，通过耶稣基督，阮就成做天国的囝儿，是你真理的学生，天国的子民。阮上帝，阮感谢你，当阮搁一摆伫你面前立约，恳求你用你的恩典甲怜悯帮赞扶持，互阮持续伫圣心内底圣洁的交通，对答直到永远。阿们。咱准备来奉献。大家请坐。咱用这条诗歌来回应主耶稣设立圣餐的听，咱嘛用这条诗歌伫直播顶悬，甲咱其他兄弟姊妹来请安，耶稣听你。进入光明的国度，进入光明国度。哦，耶稣听你，伊会救你，耶稣永远听你。所听兄弟姊妹，无论你伫什么所在。愿主耶稣基督的听，
甲你三角地带。咱下面来为着即礼拜生日的人来祈祷。将长老即礼拜生日，咱来为着生日的人，咱来甲因同欢喜。咱做伙来祈祷。亚祖嘛，生日吗？好，咱做伙来祈祷。外面的主生日是你所小事，我哋一生中间最特别的日子，就是阮来到这个世间。阮为着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施恩赐福，就恳求你用稳定的油吸引伫因的心上，这所互众人知影，阮是你所听，也稳定的记号。互众人也羡慕上帝你，做阮天父上帝迄种的听，专将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愿主你的恩对天灵降临，就是今仔日世间人所爱看天顶的新月，对天灵来，求天父上帝祝福，互所有阮的兄弟姊妹伫生日的时，伫你的面前只有感谢，搁再感谢。也因过来一年中间，恳求天顶的上帝，你施恩赐福，互因每一日拢有够力的稳定，也有圣神所带来的智慧，会当看见上帝的调头，会当明白上帝你的心意。专将所有生日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恳求你施恩，祈祷我靠耶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上帝祝福你，生日快乐！下边咱真欢喜，今仔日有这个。好，咱来请所有的同学来头前哈。拢来头前，吼！那就无点外落恁的名的人，恁家己主动来头前，吼！诚心一起来头前，来站过来一点，站过来一点。你们两位站这边，有一些没有人，很多来啊。不要紧啊，你徛迄边，我们徛这边就是。咱先来照相，好不好？哈，来看前面了哈。好，咱来祈祷，专为着所有遮的青年、甲学生祈祷，感谢你，互因伫这学期有尽因做学生的本分。我用这个奖学金当作一个鼓励，也代表上帝你对因的祝福，祝福因恩上加恩，互因智慧以及圣神的帮助。主愿将每一个无论有伫今仔有提出申请奖学金的，也是无申请的，主愿每一个囡仔拢是你的宝贝。求天父上帝祝福因的学习，就亲像日出的光，哪来哪光。得到日中道，所以在你面前安尼祈祷，我要所有性命，阿门。陈勋，耶稣爱你。
以及耶稣爱你，千亿耶稣爱你，一亿。廖依安等一个妈妈来替吼，素恩，刘一鸣耶稣爱你，刘一成，全部拢互你，刘一乐，启安，云溪云坊，爸爸。上帝祝福你们。善主上个礼拜善主3次，原来不来，因为，咱甲因鼓励吼，耶稣爱你们，好棒啊！好，回到妈妈身边。咱来请师妹来报告，咱来请师妹来报告。即是我来报告。顶周聚会咱家己看，本周聚会礼拜9点伫教会教堂内底，祈祷会礼拜3有教堂甲线上的祈祷会，拜六7点半，青草市的迄落伫教育馆财经班，咱拜六的财经班7点半伫教育馆的2楼，以及线上。圣教服在咱下礼拜咱请房管执事、领事暂停，司琴请美秀执事，私人由我甲副书记执事。招待是第一组，爱餐咱是暂停。新安宫的大经庙咱照安尼灵修，基地交通第一。亲爱兄弟，咱的青年郑优先伫昨昏早起10点甲日本的避婚车马里斯举行订婚的礼拜，请大家同心的祝福，互因带上帝大大祝福。第二，咱有银下村的技术的纪念奖学金的领。第三组伫礼拜后调开10月份的中职会，请中职出席参加。第四，咱请为生日的人来代祷，防然后有毋对，咱请过节人员来敬正。代祷的事项：第一，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的感染期祈祷；第二，为心心欠安的兄弟来代祷；第三，为教会青少年的身心灵课业，为升学的代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的婚姻来祈祷；第五，为姊妹教会代祷、妇林一节以及祷告打赢。咱即是来吟上元圣诗511首。上元圣诗511首。俄勒上帝至权至尊，请启灵吟传手，吟诗煞，请曾牧师接导。上帝至权至尊，做法的主万我万君，一定向上。Yeah.
行，相信。阿门。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主爱、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个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灭道避讳。